另一方面咧，就係公用地方咧嘅部分咧，即係如果政府係清潔，就會問翻法團收錢咁樣。咁當然有陣時有法團當然係啦，冇法團嘅大廈咧，亦都係比較困難嘅。咁希望政府咧喺處理啲問題上面彈性處理，尤其是有陣時你話有鼠患嘅干擾，我入嚟處理你啲雜物，跟住咧捉咗隻老鼠，其實老鼠冇身份證嘅。佢唔一定喺呢棟大廈，佢可以係周圍走啊，佢可以喺出邊條渠走咗入嚟我棟大廈，棟大廈都係受害者嚟嘅。咁所以有陣時咧，你唔能夠話呢隻老鼠因為喺公眾地方，喺你嘅公共地方捉到，唔係喺公眾地方捉到咧，我就收你錢。咁所以呢樣嘢係有啲困難嘅。咁所以都希望政府咧係彈性處理。另一方面咧，有啲地方可能係房署，可能係食環署，可能係康文署嘅交界位，你呢邊清潔得好好，嗰邊老鼠一樣喺度日日晚晚出嚟，即係好似歡樂天地咁樣，其實冇用嘅。所以我認為咧，有咗呢條例之餘咧，都需要各個部門大家通力合作。喂，呢段時間好多鼠患，大家可唔可以一齊坐低傾傾，一齊咧同一時間去執法，趕盡殺絕。咁樣我先覺得係可以有機會係處理到我哋所關注嘅公眾衛生問題。咁至於冷氣機滴水咧，的確係好煩擾。咁但係咧喺舊區舊樓嗰啲地方，佢本身係冇呢個設備。咁甚至乎咧，即係劏房佢租嘅時候，佢冇呢啲設備，冇冷氣機滴水咧，其實可能佢都會自己都唔想煩擾人哋。咁究竟點辦好咧？當然政府喺過去維修嘅時候咧，有啲資助咧就俾佢哋整條去水喉啊，咁大家都好。咁但係若果政府上去又冇人開門，如是者經過咗一段時間，個租客又唔通知個業主，咁個業主收到要罰錢啊，咁佢先可能甚至佢自己都唔知啊，俾人告上法庭佢都唔知嘅時候咧，呢個執法上面，你目標都係希望令到滴水嘅問題解決啫嘛。咁個業主唔知，佢又冇跟進，咁你罰佢錢，佢都冇辦法，因為有好多舊樓嘅業主根本佢就唔喺香港，甚至乎有啲舊樓嘅業主根本佢自己都唔知自己一層舊樓喺度啊，甚至乎佢已經移晒民啦，嗰層樓都唔知邊個係業主啊，咁嘅大廈都有嘅。咁所以咧喺實質上面執法上面咧，我都希望政府係有多啲彈性，有啲真係非常之擾民嘅時候，政府直情入場幫佢處理埋佢，揾埋屋宇署幫手，得唔得呢？咁我都覺得即係可以，雖然過咗法例，未必有呢一部分，咁但係都希望呢件事，如果今日我哋條法例通過咗之後，都可以繼續探討。目的好簡單，都係希望解決到社會嘅問題，解決到垃圾屋，解決到鼠患非常之困擾嘅問題。